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伫即几礼拜，咱来到伫礼拜堂中间的兄姐会较减少，毋过我嘛看去真侪同工是真辛苦，在备班、在设立，互大家会当伫网络顶面来敬拜的方式，真正是真感谢遮的兄姐，互咱会当伫现场嘛，伫网络拢来做礼拜，所以邀请咱在座的兄姐，咱三角对彼此，搁有网络顶面的朋友来讲，有你真好，祝你平安，安尼好毋好？三角来讲，有你真好，祝你平安。好，感谢主，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伫死亡疫情的阴影中，阮向你祈求。求你互阮会当明白，你要赐予人类的平安是甚物？你要为着土地所带来的安慰是甚物？求你互阮伫你的圣神的同在内面，就会当看起，就会当明白现在发生的代志的意义。嘛求你互阮伫你的话语中间，了解你对世界、人类的心意，互阮伫这时阵会当有盼望。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毋知影伫即段时间，咱伫生活中有甚物款的改变，特别是有疫情的这时阵，我家己是真明显感受到生活的活动，特别我拢是伫教会伫活动嘛，生活的活动减少真济。无代志就住伫厝，无就伫办公室安尼，所以就感觉中安尼真忧闷，本来有时会处理细细，即嘛嘛较无法度，有时真爱喊兄弟姊妹来交陪，嘛较无法度，就有一种真忧闷的感受。毋过当受起安尼款的状况的时，就知影讲无法度啊！现在即款的状况，就是要限制家己的一寡的私欲，想要买物件，还是想要找朋友的即款的欲望。因为现在介绍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行动的选择，拢有可能会影响另外一个人。这个环境所互咱感受到的，就是每一个选择，毋是关乎生命，无就是甲破病甚至是死亡有关系。就亲像今仔日，咱若是有人要来教会，可能就会想讲，若是自己转去了发生啥物代志，安尼我敢有法度来承担？我敢有法度来承担这个后果？若是真正教会有出了啥物款的意外，敢真正有办法来面对？我有一个朋友，伊伫网络顶面，伊嘛是伫教会服侍的人。伊分享即款的感受，就是忽然间，即个瘟疫把每一个人，介绍拢直接带到死亡的面前。咱会当真理性来想讲，要安怎来备办，要安怎来防疫，来讨论世界局势中的好甲歹，逐个安怎处理，是好毋好，是欺骗，是诚实。毋过渐渐，即个疫病的迄个状况愈来愈长，时间愈拖愈长，咱看去搁较侪人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生活的品质，失去了性命，失去因所疼的，性命的孤单愈来愈侪，开始愈来愈深，开始在威胁咱软正的灵命。对即摆破病内面，咱看起人是遐尔有限，要安怎做才会当保存咱的性命？要安怎做才会当保护家己性命生活中真珍贵的迄个代志，也是事物？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罗马人书，虽然伫即个罗马人书内面无讲到破病也是疫情。
毋过，咱会当想象，伫迄个时代的人，犹原嘛是咧烦恼讲，人到底要安怎做，才会当来保护遮个珍贵，对因的性命真珍贵的代志，也是人，也是朋友，也是亲戚，也是逐项的代志。人要安怎做，才会当来保护遮性命的重要的物件，莫互因失去。即款惊吓烦恼。但若是看罗马人书嘛，会当看到，嘛真早就伫迄个时代的人的心中。咱若是看罗马人书第一章到第3章，第一个看起迄个时阵，保罗就讲到有3种人，因用无共的方式，过因家己感觉有价值，还是有好的保护的、有保障的一款的性命的方式。第一种人。就是伊是较本性的，伊挖靠伊的本性，就是伊着追求伊所意爱的，对伊惊吓的，伊着得闪吼。所以即款第一款的人，伊无有真清楚的价值观，就亲像讲啊，这个神若是有效，着去拜这个神啊，这个药啊，介绍人拢讲袂歹，着去食看卖，嘿啊，着无真清楚的价值观。啊，有时即款的人嘛，对性命无有真深的思考，就是顺探因家己的性情，伫即个真大的世间来追求合家己心意的事物，来追求来敬拜。即款的人，保罗讲因真单纯，毋过即个好甲歹是无法度来分别。啊，因的价值观是真时常在自相矛盾。所以这是第一种人，就是敬拜无共的神异教徒的外邦人。第二种人是得胜的。这第二种人呢，伫罗马的迄个时代内面，咱会当看去可能是哲学家，也是宗教学家，也是政治的迄款的社会的哲学的思想家，因。对这个社会的好歹有会安怎运作，才对全人类有一个好，因有一定的看法。毋过保罗讲，遮个人，遮会得教示别人的人吼，得甲人讲社会安怎活才好的人，因真会晓讲，因嘛真会晓建立真侪代志。毋过其实因家己做袂到，因家己所讲的。嘛无法度完全来反省伊家己的行为，所以因看起来知影啥物是价值，啥物是好。毋过其实因家己所讲的、所教示的，因做袂到。第三种人，保罗讲起是宗教的，特别是犹太人。伊讲犹太人因真意爱讲起家己是有上帝的律法。来夸口，家己讲人捌创造天地的上帝，了解生命的意义。毋过，伊嘛讲，遮个犹太人完全无法度来活出律法的生命，啊，家己做无完全，搁爱甲人教，就亲像青梅要带青梅共款，甚至搁用宗教的即款的法规，也是用宗教的努力来甲人指责。有时为着要维持家己的形象，嘛感觉真假，也是来白贼，来压砍家己不足的所在。所以因就算讲因知影世上顶面上帝是甚物人，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甚物款的价值是宝贵，因的虚假嘛，互因诚做无有意义的一群人。所以咱会当看去。基本上，保罗所讲的这3款的人，咱若是下伫即摆的社会来想，咱嘛真简单的会当结论讲，哇，其实咱即摆的社会，人毋得这3种吗？就是顺探家己本性的，啊，无就是真有社会，也是真有迄个道德迄个标准的人，无就是有家己宗教的热情的一种律法的人，这3种的人拢在用家己的方式来活出
对性命的保护，来画出啥物对性命是好。毋过，保罗对这三项人来讲，人若是顺坦本性是自私，若是人用智慧来找出迄个标准性命的标准，其实人阁画袂出来。人若是去追求宗教信仰，追求至悬的上帝，其实伊阁会骄傲，阁会虚假，甲上帝来当作审判别人的一个器具。所以，咱看起保罗所认捌到的人类的状况，是真绝望，就是一种你真单纯，无伤济严着，你真有智慧来看起一个代志，安尼嘛无够，你真敬虔，毋过却真骄傲的状况，安怎做拢毋对，咱会当讲保罗伊是甲全人类的人性来下伫完全的败坏，佮有罪恶的内面。安尼的人敢有法度完全来保存咱家己的性命？咱安尼的人敢有法度真正来保护咱所看起诚最宝贵的物件？所以对今仔日的经文，保罗就真清楚安尼讲。伫经文第8章第5节，安尼讲，保罗安尼讲，顺坦本性的人，义务本性的代志。第6节，义务本性，结果是死。第7到第8节，若是顺坦本性，就是甲上帝对敌，因为无法度顺服上帝的律法，其实嘛无法度顺服。顺服本性的人，无法度互上帝欢喜。到底保罗伫遮讲的本性是甚物？所以保罗伫遮讲的本性是一种无法度甲上帝看作性命中心的一种的状况的状态。所以顺坦本性来意志来思想家己的本性的代志。是一种人的意念，无法度甲上帝当作性命中心来生活的状况。人互即款无甲上帝诚做中心的意念带伫心内，互别个毋是上帝以外的物件带伫心内，时常在为着即个目标来拍拼、来追求、来真热情来追求，无论是家己所欢喜的自由，还是快乐。也是讲家己欢喜的道德，也是讲家己意爱的宗教的律法，安尼来追求即款的性命，就是讲人类若是来挖靠家己的感情，也是良心，也是智慧，也是宗教的规条，来诚做性命中心的即款的活命，咱会感受到讲人本性顶面。才会追求。一般来讲，其实人看起袂感觉讲完全歹啊，因为每一个人拢得亲像安尼啊。真侪时阵，咱人内面无完全的良心，有缘会互人感觉到真温暖啊，有缘会感觉到讲哦，这个人嘛是在追求真理，嘛是在追求良善，嘛是在追求水，会追求对世界的。改善佮有好的歹，嘛会设立家己的目标。毋过，咱看起若是遮的追求，拢是以家己的本性诚做中心的。对迄个好歹的判断是无法度甲上帝结连的。迄款的热情，迄款的励志，敢若会甲人引带到死亡甲上帝诚做对敌。因为保罗伊家己就安尼讲，伊家己是一个犹太人，伊是受律法的人。伊讲我所意爱的好，我煞无去做；无意爱的歹，我颠倒去做。就是讲保罗伊家己嘛讲，人其实无法度真正做到啥物。保罗伊家己讲，伊所爱的、所立志爱做的，伊热情追求的代志，反倒转来判伊的罪，
来判伊的死刑。毋知咱若是分享到遮，也是看圣经看到遮，心内敢会感觉真郁卒，也是感觉无爽快？人敢有需要安尼来看家己？人敢有需要互家己遐尼大的压力？有时咱感受到家己有努力的心志，甚至已经真拍拼，甚至应该互家己一个鼓励啊！毋过咱若是搁较细腻来想看觅，迄个咱头脑也是心中所意爱的迄个完全的世界的迄个蓝图，迄个标准，有缘咱是无法度来行去遐的。无论咱互家己的标准是每一日拢爱快乐，这讲的真简单，这是真困难的代志。也是每一日我拢爱感受到自由自在，连即款较简单、较欢喜的愿望，咱拢无法度来掌管。也是每一日我的情绪拢爱真好，遮尔简单的代志，其实咱拢无法度来担当。当我想起遮个代志的时，我其实回想起家己即阵仔转去到厝内面的过程。我即阵仔就较济转去到我屏东的厝来看我的阿嬷。我的阿嬷真济人来为我的阿嬷祈祷，毋过伊的身体即马是愈来愈软弱，我的爸爸妈妈照顾起来嘛真辛苦。所以听厝内面的人的分享。因咧照顾的时，计算阿嬷食这嘛毋对，食迄嘛毋对，若是照顾的时，有啥物物件毋对去，伫对一个所在，迄个量无控制好，可能着腹肚疼，可能着走便所啊，可能着困袂去啊，可能暗时着精神着怪怪，规个伙仔拢无法度休困，爸爸妈妈的作息嘛乱七八糟，所以咱会当看去。每一摆我转去厝内面，我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真拍拼要照顾我的阿嬷。其实我嘛定定咧想讲，我要照顾我的爸爸妈妈来甲因斗相共。毋过其实我心内知影，家己啥物拢做袂到。上济是来听我的爸爸妈妈的心情，来下面抬杠，来讲我轻松的代志。毋过其实连即款呢。对家己的期待，有时我嘛知影我是真忝，因为我需要休息。毋过，若是休息的时，等于搁听着较沉重的代志的时，就搁感受到真忝。所以，我着想起讲，其实我想要真做一个真有效的孙仔，也是囡仔。毋过，愈咧想愈做袂到。若是决定讲好无，我毋爱互家己遐尔啊济压力，也是先莫想遐济伫爸爸妈妈也是阿嬷的身上，毋免想毋免定定安尼转去。其实我知影我的心内是有感觉真歹势。我知影我家己爱我的厝的人，其实佫感受到。一点点仔的亏爱着拢无，一点点仔来承担遮个我所爱的人的性命的情绪的迄个困难，实在是真软弱。所以我是要分享讲，真正连我家己拢会想要立志来做真济的代志，想要做一个好的孙仔，想要做一个好的查某囡仔。一个好的团队，一个好的学生，也是咱当中有人想要做好先生、好太太、好的爸母、好的老师、好的同事，逐款的日子。毋过真济时阵，人家己心内知影，咱所设立的每一个愿望，也是这个志向，才会咱的心所热情的。毋过无一定是用上帝最中心来思想的。其实，咱愈拍拼，才会愿望煞愈侪地判咱的刑。就亲像在讲，你是你一个家己理想的失败者，
这个愿望真容易就判咱的刑。人其实真正无遐尔厉害。即种看到良善，知影啥物是好，却无法度无有气力来活出的即款的感受，迄款的绝望，就亲像判人死刑共款。安尼，伫人的本性，伫人的软者内面的即款的软弱，敢有出路？伫即款死亡，就伫咱的中间，就伫咱的周围的即个疫情影响的时刻，咱敢有出路？真正来保护生命？保罗敢有互阮一寡出路？咱煞正来看经文，伫经文的第6节，伊讲。歹势，我拢无试。伫经文的第6节，伊讲，若是意愿圣神，会得到活命甲和睦。所以，甲意愿肉体，也是意愿家己的本性，这是真无共的。就是讲，当人的心思意念无过遐尔济来军队咱的本性，咱的肉体，遮尔热心为家己来设立真济的目标，无论迄是好还是歹，反倒当搁较热心去思想上帝互咱伫即个生命，还是即个世界顶面的呼召，即个目标。军队圣神其实是得到生命的逃放甲自由。这是要安怎来了解咧？军队圣神真歹讲，敢毋是阁是另外一种宗教的要求？啥物叫做主神伫圣神？阁要安怎知影家己属于圣神？圣神互咱的目标是啥物？所以伫第9节，咱会当看去保罗讲，互咱活出迄个会当挖靠圣神的关键，其实是圣神住伫咱的内面，圣神住伫咱的内面。啊，啥物叫做圣神住伫咱的内面？圣神若是住伫咱的内面，会有啥物款的情形会出现？但若是看圣经第8章第15节，就会看去保罗伊家己见证，圣神住伫人的内面的时，人就会感受到咱所受的，毋是落宝的心，犹原惊吓，所受的是惊日的心。然后，若是当圣神住伫人的心内时，人会渴慕来喊喊出：“阿爸，天父上帝，救我！阿爸，天父上帝，救我！”所以，当人开始仰望伫家己的全望中间，来祈求上帝。伫逐所在来祈求上帝的时，迄就是圣神开始住伫人的心中的起头。搁较侪圣神会开始帮助咱，想要来追求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神嘛会帮助咱来渴慕、来认识耶稣基督要安怎来赎咱的罪，互咱渴慕来挖靠伊死搁活的大亏力。咱知影世上顶有逐项的势力，无论是咱所看到的权力，还是钱财，还是政治的迄个亏力，还是有的是灵界的，无共宗教信仰的。有真侪物件是咱所挖靠的，咱所下伫心内，互伊住伫心内的。毋过，敢若有圣神住伫咱心内的时，咱开始仰望基督，开始仰望看起基督。这有时是一个真奥妙的过程，我无法度完全来解释。毋过，即款的过程，对基督开始的这个过程，咱会当亲身体会基督所带来的自由，搁有逃放，安怎互咱来脱离这个罪甲死的律法。伫咱所有本性、所有热情的方向的内面，我想要做啥物，我想要做啥物，我就爱做安怎。若是做毋对伊，咱就亲像
落来，互主人来去杀，互头家来开除，互逐项的律法来控告。毋过，当咱的主，只有当咱的主是耶稣基督的时，咱若是做毋对，耶稣就一摆一摆甲咱诱起来讲，伊要担当咱的无完全，咱的罪恶。后者的控告重担伫伊的心上。对这个过程，咱追求着，阮的性命所挖去的，毋是另外一个头家，毋是另外一个奴隶主，却是对耶稣基督的心中看去，这是一个爸爸，一摆一摆在照顾伊的囡仔，一摆一摆，互人有原谅、有疼、有隐藏。所以，伫这个过程的内面，伫一摆一摆在喊喊。天父啊，救我的时阵，圣神会帮助咱更较侪看去世界的迄个蓝图，更较侪来明白圣经所甲咱讲的遮个话是安怎在描绘咱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代志，来了解咱生活的角色伫倒落，咱就袂抵到讲来迷茫着超过咱会当做的代志。嘛，袂阁伫咱所应该负起的责任内面来退缩。咱对圣神的引传内面，对基督来看起上帝国要领导的内面，咱会当愈来愈了解讲，人活地的目的，完全毋是为着要来得享死亡，却是备办家己来赢取永远的生命。诚做上帝的儿女，伫未来甲咱的主做伙治理这个土地，来领受这个永远的生命。伫听的关系内面，真侪过去罪恶的代志，咱自然都袂阁做啊。因为渐渐啊，军队上帝迄个心，圣神带伫咱内面的迄个状况。会迄个快乐，会互咱感受到军队上帝比照家己的生命来行更较重要，看起永远的生命比起惊吓死亡更较重要。迄个永远的生命会更较侪、更较侪，互咱看起。安尼，咱对生命、死亡、破病的惊吓会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因为过来迄个荣耀甲活命是重的、是水的、是真大的。愿主互圣神带伫阮每一个人的内面，互咱会当看起即款的生命，对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咱的中间。我顶礼拜回去厝内面的时，暗时就听到我的阿嬷一直在喊讲阿母阿母阿母，一直在喊，一直在喊，就是暗时伊在困的时，真痛苦的时。安尼喊半点钟，喊一2点钟，安尼一直喊一直喊。啊，一开始的时，我感觉听了真痛苦啊！搁去伊的面床边啊，安尼看看的啊，介绍嘛无啥物代志，就是伊在遐喊，就在笑念伊已经去上帝遐的妈妈。啊，我就转去我的房间困啊，阿嬷依然是继续在喊。毋过我安尼听的时，其实我听起一个伫人类的健康，也是伫迄个死亡的边界，迄个一个长辈，伊伫死亡的面前，伊在祈祷，伊在挖克伊迄个心内会当挖克的迄个妈妈，也是伊所认捌的上帝。我听伊安尼喊话的声，我知影伫人类生命的上界线尾，也是上界极限的所在，所需要的，就是即款的阿爸救我，亲像阿母的天父，你嘛救我，阮需要你。所以，愿主上帝搁一摆，将圣神下伫阮的心中，互阮知影要安怎搁一摆来伫生命的大所在来喊话咱的阿爸天父。愿即款的祈祷，互咱会当知影，咱无法度来
拥有生命。毋过，即个圣神，阁有真正的活命，会对祈祷来找到阮每一个人。阮圣神的大开力，伫咱的身躯内面来徛起，来修正咱每一个人的性命，互咱来找到迄个咱失去，毋过佫得到的迄个得头棒的活命。咱对即款的愿望，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有时伫阮家己的囝兄，也是伫家己的软只的内面，也是伫即摆真侪人破病即个疫情的内面，阮毋知影要安怎把握阮每一个人家己的生活，有真侪代志拢已经停止，感觉真不安。毋过主上帝，求你重新赐下，咱会当呼求你来向你祈求的心，愿你的圣神真心甲阮伫地，徛起伫阮的心内，互阮知影，阮会当喊话天父阿爸救阮，天父阿爸救阮，互阮搁较侪来看起迄个永远的生命，要安怎来反转人类的有限制的即个活命。求你，互阮每一个人搁较侪来，将家己的性命，以你来诚做中心来生活，来倚靠，来热情伫你圣神，互阮来看起，毋敢若是咱本性所意爱的代志。愿你互阮开力，愿你来反转咱每一个人，阮每一个人的性命。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